韩师弟，这石门内便是内殿的宝物了。我也想挑一些试试。咱们结丹期修士，也就只能在这一层试试捡宝了。其他几层，我们进去跟送死差不多。也不知道金银老魔给吴丑暗示了什么，这么有礼貌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不过若有机会杀我，他也一定不会错过。师兄，若真如你所言，那不找一下惊动方士，岂不是浪费了天大的机缘？